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係我喺一間就喺觀塘地鐵站側邊嘅酒樓飲早茶。喺裏邊嘅地方都幾大，同埋都幾多人幫襯。飲茶環境睇落都幾整潔。喺朝頭早嘅早市時段同埋晏晝嘅下午茶時段，點心嘅價錢大部分都係17.8。佢哋仲有一份嘅點心拼盤係19.8。呢度嘅點心價錢睇落好似都幾親民同埋幾實際。佢哋仲有一款嘅健康孖寶係29.8，同埋早市時段嘅茶錢只係收4蚊。首先同大家講下交通，我係搭地鐵嚟到個觀塘站，再喺呢個 B 嘅出口直行出去，靠住左手邊嘅通道行樓梯落返地面，只係需要行前多幾個鋪位，就已經可以嚟到呢個觀塘廣場嘅入口。由呢個通道行入去，轉到左手邊就已經可以到達升降機嘅位置。喺地鐵站行到過嚟呢度唔使3分鐘。我今次飲早茶嘅酒樓嘅地址就喺觀塘開源道68號觀塘廣場15樓。呢一間就係龍寶酒家。到咗15樓想飲茶嘅話，仲要行樓梯上多一層。呢間酒樓對坐輪椅人士同埋行樓梯有困難嘅人帶嚟好多唔方便。就喺樓梯位置有張大嘅海報，就係天天早茶半價大優惠。喺朝頭早7點至到11點，大堂嘅茶位費係4蚊一位。跟住行樓梯上到上邊飲茶嗰層，由呢個通道行入去，經過呢個唔係好大下嘅海鮮池。呢度嘅飲茶大廳地方好大。我嚟到嗰陣時大約朝頭早9點，見到每一張台已經坐滿晒顧客，台同台之間嘅擺放都有一段適當嘅距離。通道個位置都幾闊落，裝修方面睇嚟係屬於休閒雅致嗰種設計。不過呢度嘅樓底我覺得唔夠高。呢間酒樓喺觀塘區係屬於一間老店，開業咗已經超過60年。不過曾經喺24年嘅11月份出過一份結業嘅通告，當時嘅通告內容就話開業至今走過重重逆境，艱苦經營5載，至今仍未走出谷底，實感前路渺茫，無奈決定喺12月1號星期日結業。嗰段通告已經透露咗佢哋經營好困難，有好多幫襯開嘅顧客對佢哋嘅結業而感到惋惜。不過事隔都係1個月，又出咗一份大喜訊通告。標題係振興經濟，曙光再現。觀塘店嘅龍寶酒家喺25年嘅1月6日星期一復業之喜。喺最近嘅4月22號，有一間大集團嘅稻香喺青衣城嘅分店又出咗一份停業嘅通告。唔知會唔會好似觀塘龍寶咁樣1個月後又開始復業？其實經營一間酒樓真係唔係咁容易，佢哋每一個營運方法都富有挑戰性。我今朝嚟飲茶嗰時，好多台都坐咗人，我行咗幾個圈先揾到呢一個方便我拍攝嘅靚位。同埋係有值得一提嘅，幫我開茶嗰位員工服務態度非常好，同時係帶有笑容。跟住睇下佢哋正價點心係咩價錢。喺每一日嘅早茶時段係朝頭早7點至到10點59分，同埋需要喺10點59分之前結賬離座。午市嘅時段都係每一日嘅朝頭早11點至到晏晝1點59分。下午茶亦都係每一日嘅晏晝2點至到3點半。喺早茶同埋下午茶正價點心嘅價錢都係一樣。平日嘅小點就係19.8。最貴嘅就係特點係30.8。午市嘅正價點心價錢就比嗰2個時段貴多1至2蚊。早市嘅優惠茶錢係4蚊，如果唔想搭台就要俾10蚊。11點後先埋單，嗰4蚊嘅茶位費變咗係要俾8蚊。喺星期日同埋公眾假期，茶錢係要俾多1蚊。呢一張單用印咗佢哋即製食品，攞單之後需時約20至25分鐘。仲有就係呢度嘅服務費係要加13%。佢哋有一張嘅晨光早茶特價單，有一份29.8嘅健康孖寶。有2款嘅粥品2選1，再喺下低嗰度4款裏邊再選1款，跟住隔籬係有20款嘅點心。就咁樣望落去，價錢大多數都係10零蚊，最平係16.8，係有2款嘅選擇。有14款選擇嘅就係17.8，18.8嘅又有1款，19.8嘅有2款。最貴有一款係21.8嘅，就係鮮蝦叉燒腸。最後有一份19.8嘅點心拼盤。呢一張單仲有3種唔同價錢嘅超值自選孖寶。32.8嘅就喺 B 嘅組合，喺24款點心裏邊選2款。37.8嘅先喺 A 嘅組合，喺9款點心裏邊選擇1款。跟住再喺 B 嘅組合24款點心裏邊再選1款。38.8嘅就喺 C 嘅組合，有7款嘅燒味米粉或者燒味飯，選擇其中1款。同樣都係再喺 B 嘅組合選擇其中1款嘅點心。我今次飲早茶就要咗一份17.8嘅香芋鴨嘅扎，同埋一份19.8嘅點心拼盤。落咗單我坐喺度好得閒，所以乘機派啲點心嚟睇下。我去酒樓飲茶通常係會揾一笪有啲點心車集中推過嘅位置嚟坐，咁樣比較方便影到其他嘅點心嚟睇。呢一度派點心嗰啲阿姐做嘢好快，我稍為動作慢咗少少，已經影唔到佢手上揸住嘅點心。
等一陣間，首先嚟到嘅就係19個8嘅點心拼盤。呢個拼盤裏邊係有5樣嘅嘢，係有蝦餃、粉果、馬拉糕、韭菜餃同埋雞包仔，每一款都係各有一件。馬拉糕睇落就唔好大件，不過用筷子夾起嗰陣時都覺得幾鬆軟，外形睇落真係好似一塊海綿。入口嗰陣時都有少少蛋香嘅味道，不過就唔會覺得好甜。雞包仔睇嚟就唔係好大個，不過外形方面都做得算係唔錯，同埋外皮有一層好雪白嘅顏色。我跟住用筷子整開外皮，望下裏邊啲餡料，裏面係有冬菇、菜粒、雞肉粒、少少個薑混合成一種餡料。入口嗰陣時啲外皮就冇黐住牙嗰種情況，雞肉咬落去都算係幾嫩口，同埋帶有啲薑汁嘅味道。呢一隻蝦餃嘅份量都算係幾大隻，外皮睇落就唔係話好薄，不過都算係幾晶瑩，外形睇落去都算係唔錯。我用筷子整開外皮，見到裏邊蝦嘅餡料都幾足夠。食落口嗰陣時，蝦餃皮都算係幾有彈性，嗰啲蝦肉係有肉汁，同埋覺得幾爽口。不過就唔覺得有新鮮蝦嘅鮮甜味道。呢一隻韭菜餃睇嚟好似幾夠份量，外皮睇落係晶瑩同埋夠薄，同埋有一個幾好嘅賣相。裏面就塞滿晒韭菜，仲有啲蝦肉撈埋一齊。入口嗰陣時，韭菜同埋啲蝦肉係帶有鮮甜多汁嗰種口感，咬落去外皮覺得係夠薄，同埋覺得幾嫩滑。粉果嘅份量雖然唔係好大隻，但係 size 都算係正常。用筷子整開外皮，見到裏邊嘅配料都幾充足。入口嗰陣時，外皮就唔會覺得好厚，同埋有少少韌性。裏面嘅配料係有粉葛同埋花生，覺得係有啲咬口，同埋係有少少嘅胡椒味道。最後嚟埋嘅就係呢一份嘅香芋鴨腳扎，用一塊腐皮包住嘅鴨腳同埋一啲餡料，睇嚟幾紮實。鴨腳就唔係好大隻，不過肉質方面睇落都算係幾靚。喺鴨腳扎裏邊嘅餡料有2條嘅芋頭，同埋一嚿攪碎咗嘅豬肉。鴨腳咬落去嗰陣時，覺得係腍，同埋帶有啲爽口，亦都帶有啲南乳嘅味道。嗰嚿豬肉嘅調味啱啱好，同埋有少少肉汁。芋頭係有啲粉粉地同埋帶滑嘅口感。結賬嗰時，一份17個8嘅香芋鴨腳扎，一份19個8嘅點心拼盤。一位仲未過咗朝頭早11點埋單嘅茶價4蚊，計埋係要加13% 嘅服務費，總數係要俾47。呢度個服務費雖然係13%，如果用我今次嘅消費，用正常嘅加一服務去計，總數都要46，對我今次嘅消費支出係冇明顯嘅影響。跟住去睇埋佢哋呢張嘅正價點心單，有22款點心選擇嘅就係南北美點、布拉腸粉同埋健康卓時菜，各有5款嘅選擇。喺午市時段有4款嘅煲仔飯，每一款都係46個8。有14種選擇嘅就係煎炸粥品，有4款嘅就係精選甜品，有19款就係精美粉麵飯，最平嗰款就78，就係紅燒北菇豆腐飯。喺隔籬嘅上邊係有10款選擇嘅就係廚師精選小菜，有9種選擇嘅就係高湯粉麵，最平嗰2款就係42，就係蠔皇花菇湯麵同埋菜苑雞球湯麵。隔籬係有明爐燒味，單拼燒味飯每一碗係30，雙拼嘅燒味飯每一碗係35。喺下低仲有啲唔同價錢嘅燒味例牌。跟住另轉張單睇仲有啲乜嘢。午市精選小食係有8款嘅選擇。油雞師傅好介紹係有8款嘅推介，特色粉麵飯嘅推介都有8款嘅選擇。呢一張嘅午市之選嘅特價單，我係問佢哋嘅資客攞嚟睇。呢張單嘅食品供應係由星期一到星期5，朝頭早嘅11點至到晏晝1點半。炒粉麵飯連埋煲仔飯一共有11款嘅選擇，有6款嘅炒粉麵飯都係55蚊，58嘅就有2款。東江鹽焗雞半隻配埋一鍋嘅菜苑湯米，每一份係78。椰皇燉鮮奶桃膠就32個8，每一份56個8嘅午市超值任選孖寶。喺8款選擇裏邊揀一樣，跟住下低有9款選擇裏邊再揀一樣。喺上邊呢度一共有15款嘅特色小食，喺下低呢一度都有14款嘅特色小食，有6款嘅明爐燒味飯，喺朝早10點開始已經有得供應，有4種唔同價錢嘅燒味湯粉。脆皮燒鵝就係32個8，可以選擇米粉、河粉、沙麵或者白飯。我又問埋佢知客攞埋呢張下午茶嘅特價單，下午茶係由點半鐘開始至到3點9，每一碗23個8嘅就檸檬燒鴨，可以揀湯米或者白飯。28個8嘅就脆皮燒鵝黃湯米。跟住下低有8種唔同食品嘅選擇，有3種最平嘅價錢係16蚊，椰皇燉鮮奶桃膠每一個26個8。呢張單嘅上邊有19種食物嘅選擇，最平嘅係17個8，係有8款嘅選擇。單嘅下低都有19種嘅食品選擇，最平嘅價錢都係17個8，係有7種。各位，呢條影片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喜歡呢條影片嘅朋友請俾個 like我，仲未訂閱嘅撳埋訂閱掣啊！拜拜。